全力尊荣嗯，你生命，为你而站立。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约翰福音第35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林木桥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您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气息，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新的美好的一天，谢谢你赐满满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福杯满溢。我们现在要一同来圣经共读，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请圣灵帮助我们，不仅读懂您的话，更是活出您话语中的生命。谢谢您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约翰福音第14章的前半段看到耶稣的第6个自我启示。耶稣是道路，这道路就是真理和生命。那借着耶稣就能够到父面前，就如同旧约大祭司所走的路，是经过了真理，那就是金灯台的光照；生命就是陈设饼的供应，让我们能够通过幔子从圣所进入到至圣所，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那这是耶稣他的第6个的自我启示。那不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它是一个定冠词的位，不是其中一条，而是唯一一条最重要的道路。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的后半段，那是讲到耶稣他要怎么样来成为这条路，并且他要差遣圣灵保惠师要来帮助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都能够找到这条路。那我们要分几段来读首先请木桥执事带我们来读14章的15到17节。第15节，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祈求父亲，他就赐给你们另一位慰助者，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接受他，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但你们认识他，因为他在你们的生命里，常与你们同在。好，谢谢。那耶稣在这一句话说：“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那在第8章，耶稣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好，这是8章47节。那8章55节，耶稣也说：“我认识他，他也遵守他的道。”那所以耶稣在把这个听神的话看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第10章。牧人的比喻，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因为他会羊会听牧人的声音。那还有约翰福音14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节，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以及我们等一下会读到的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就是爱我的。所以听，还有就是跟神合一，还有就是对神的爱呢，这几件事情呢，都是一个耶稣所要表达的一个集大成的意思，就是我们如同读申命记，以色列你们要听，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你的神所以这个听跟爱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听了还要去行。那16节耶稣说他要祈求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了。那这位保惠师是谁呢？就是指圣灵。那他说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就是意思是赐给你们另外一位，
不是另外又给，而是还有一位。所以在除了圣父、圣子，那现在耶稣说还有另外一位，也是要门徒认识的。那这些门徒怎么认识呢？就是从他们和耶稣在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然后所来开始认识的。那这位圣位助者呢，或是叫做保惠师，和本翻成保惠师。那现在中译本呢，选择是劝慰助者。那这两个在翻译呢，都是各有使用的。那它原文的意思呢，有蛮多的。那原文意思它就是一个辩护者，好像是一个律师，在为法庭上的辩护，或是一个中保。那它就是一个中间的保证，那就是在两造当中呢，像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证人，或是一个帮助者。那这帮助就是可以来来给予帮忙。那这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指一个出庭被告为被告辩护，或是来帮助他的朋友能够脱离困境。所以保惠师、劝慰者或是慰助者，那就是圣灵，他就是要帮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使我们能够不管是受到控告，受到攻击，或是受到搅扰，那他能够来帮助我们。而且保惠师的工作就是助辩，让我们能够从这些恶者的控告，魔鬼的这些对我们不利的话呢，我们能够得到安慰，还得到训勉，得到成为代言，成为忠告，成为安慰。所以它集很多的意思在一起。那所以耶稣在这里第二次来提到，就是说他要赐下这个另外一位保惠师，那就是神所赐的。那因为耶稣他要去，他门徒找不到，但是他们知道他往哪里去，也知道怎么样走这条路去找耶稣。那其实这个路呢，就是奉耶稣的名因为奉耶稣的名求什么，主就必成全。那耶稣要去呢，是为我们预备。那所以在约翰一书第1章的约翰一书的第2章第1节，也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中保，也引用同样的概念也是在约翰的著作当中。所以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他也扮演着中保、帮助者、训勉的工作。那当他去了之后呢，圣灵就会来。那来呢，就是耶稣所说的天父赐给你们的另外这一位。所以他是有位格的，那他是有这个独立的作为，那意志，还有他的工作。那所以他是要帮助我们区分。但是有一些人把圣灵呢跟通灵呢会混淆，因为民间宗教的通灵呢就是透过灵界在做通灵的事情。但有的人也认为说这个圣灵呢它来只是一个象征，它并没有产生实质的一种力量和改变。那它就是来象征耶稣还在替神工作。那但是从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然后第16章14章16章，大家都可以看到耶稣很清楚的表达圣灵所要做的工作。那16节说这个圣灵呢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那所以这个永远的意思呢，就是耶稣所要赐给我们永生的概念。那这个永远这个字也值得我们思想。那什么是永远呢？永远呢就是从过去、现在、将来，forever，这个才是永远。那如果是只有以后，那就是那就不算是占有永远了。所以这永远与我们同在呢，就是圣灵。我们常常会说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即便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不在
那我们要记住这里耶稣所说的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怎么样让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呢？好，就是15节所说的，我们若爱耶稣，就会遵守耶稣的命令。遵守耶稣的命令，父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那即便我们现在耶稣复活升天，将来从天再临，但是呢，我们有另外一位保惠师。17节就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是世人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他又比耶稣更不能接受。耶稣来到世上是有形有体有血有肉，也有眼泪，但是呢，世人都无法接受他。但真理的灵呢，现在是无形无体，好像无声也无息。好，那他甚至呢没有办法去触摸去看见，好，甚至他也没有直接说话。好，但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就看到好圣灵会说话。好，那这是这些使徒们，好，那他们跟圣灵好非常亲密的时候，爱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听见圣灵常常说话。那但是对世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好像感觉是在跟空气。为什么？因为你们看不到他，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就是指现在这11位门徒哦，你们认识他，因为他在你们生命里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这个圣灵呢，从这里意思来看，不是在五旬节那一天，然后这些门徒祷告之后，圣灵第一次来。耶稣说你们已经认识他，因为他圣灵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圣灵在路加福音也有提到圣灵的作为，它就是在使徒行传前呢就已经提到了圣灵怎么样充满了耶稣。那这个圣灵呢，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或是后面才来的。其实我们甚至可以回溯到旧约耶和华的灵，然后以赛亚书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这个在我们会认识神，就会认识神的儿子，就会认识圣灵，这都是一个认识神的功课。好，那我们接着再请木桥带我们来读18到20节。第18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再回到你们这里来。过些时候，世人再也看不见我，但是你们会看见我，而且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在我父亲的生命里，而你们在我的生命里，像我在你们的生命里一样。谢谢。那耶稣在这里也表达，他虽然要离去，但是他不会忘了他们，或是不要他们，因为他必须得去，走这条苦路，受难的路。但他不会撇下这些门徒为孤儿，孤儿就是没有父双亲。耶稣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他怎么来呢？那是借着圣灵来。好，他怎么来呢？是将来他要从天再临。19节，再过不久，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会看见我。那耶稣现在越讲越玄啊，好，我们需要把它连接起来，好，因为耶稣的每一句话在这里都很重要，好，所以全世界只有这11位使徒听见。那听见呢，后来把它记载出来，就是其中的约翰，好，让我们揭露耶稣在最后的一页，好，他对最后的门徒最后的教导，最后的遗言。耶稣说不久世人不再看见，好，那就是耶稣复活，然后虽然复活之后有显给彼得、基法看，有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好，但是复活后40天他就升天，好，那第50天圣灵降临，你们却会看见。好，那这些门徒怎么样看见？好，是因为在耶稣复活之后，好，的确他也又用复活的形体出现，但这形体呢，好，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
就可以看到耶稣复活后的形体呢，是不是马上可以辨认出来的，好像这个以马五斯路上的2个门徒，那他们是到耶稣擘饼的时候，才认出来。那但是这11个使徒呢，好像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湖边，在那边烤鱼给门徒吃，他们一下就认出来。所以复活后的耶稣，这些门徒看见，但是耶稣说让他们看见，是给他们知道他怎么样活着，而耶稣怎样活着，这些门徒将来也要这样活着。所以从洗脚开始呢，耶稣在预告不是只有他自己的死，而是这些门徒的死。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借着圣灵，耶稣虽然不见，但是他们知道耶稣还在。借着圣灵，他们知道耶稣怎样复活，这些门徒也要怎样复活。20节，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在父亲的生命里，而你们在我的生命里，像我在你们的生命里一样。那他们在父的里面，然后耶稣怎样在父的里面，父也怎样在耶稣的里面。好，那这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耶稣一直重复的一个概念，就是他跟父呢，父所差遣的，父所说的，父的旨意，父的工作，父的里面，那耶稣呢就是完全的呈现。所以他是一个没有用个人的意志，没有按照耶稣个人的思想去做，完全都是遵守父。所以父也把万有都交在耶稣的手中，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所以他比这个大卫更加伟大。大卫合神的心意，但是有时候大卫也会吐槽，大卫也会有个人的欲念，但是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当中是完完全全。所以这也是明天15章耶稣怎么样把这个他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的概念呢，用葡萄树真葡萄树来比喻。那这是耶稣在复活之前到复活之后，就是一个神同在的代表。好，接着再请木桥带我来读21到24节。21节，凡接受我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我父亲必定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明我自己。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主啊，为什么只向我们显明，而不向世人显明呢？耶稣回答，爱我的人都会遵守我的话，我父亲必定爱他，而且我父亲和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们同在。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他们所听到的话不是出于我，而是出于那差遣我来的父亲。谢谢。那耶稣从第1节说，对，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那现在21节，耶稣又在说，凡接受命令并遵守，就是爱我的。所以不管是从上而下的爱，或从下而上的爱，那要把神的爱、神的话呢，要当成一个可喜爱的。这样就如同我们每天愿意早起花时间读圣经，然后来渴慕神的话一样。那除了听神的话呢，还要遵守神的话呢，把神的话行出来，这才是爱神，才是对耶稣的爱啊。那当我们这样爱耶稣的时候呢，我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还要亲自向他显现了。那在这个箴言第8章17节，是一个智慧颂，把智慧呢在箴言第8章变成一个人的样子。那这个智慧也说各样的话，说智慧他怎么样以灵巧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智谋。那8章17节，智慧就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见。好，那后面的还有很多箴言第8章。那所以呢所以有人说箴言第8章就是耶稣智慧的化身。在所罗门的时代写箴言的时候呢，耶稣就已存在。
好，那这个呢是让我们似曾相识啊。那所以怎么样显现好，怎么样活着好，怎么样爱耶稣，怎么样能够遵守神的话，这都是帮助者，都是劝慰者、辩护者、保惠师好，真理的圣灵所要继续延续耶稣的工作。那22节好，犹大好，那这是12使徒当中呢，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了第8个，好，那也是最后一个。好，那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把很多遗漏的使徒呢的话呢，好，都搬出来。好，那这里是另外一个犹大，好，大家特别记载，不是加略人犹大，好，所以约翰很贴心，好，说那个爱耶稣的犹大已经出去了，好，现在他不在现场，他也说话了，他问耶稣。主啊，为什么亲自向我们显现，而不向世人显现呢？那这句话呢，也问得很有哲理哦。就是耶稣，你既然要活着，我们也会看见你，好，我们遵守，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你就会向我们显现。但是你为什么不直接向世人来显现？那23节，耶稣回答说。显现的意思就是启示啊，就是揭开。为什么不自己向世人来揭开呢？耶稣回答说：“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我父也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这里的我们呢是复数，好，现代中文译本呢翻成我与父亲到他那里去，好，但原文是我们哦，好，那这里的我们我会觉得应该是前面才讲的圣灵保惠师，所以这个我们呢不是只有耶稣跟天父，至少还有圣灵，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就是凡爱耶稣的人，遵守神的道。神会爱他，耶稣与父与圣灵会到这个爱耶稣的人那里，还有做什么？与他同住。同住的意思呢，就是跟昨天14章第2节耶稣所说的，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那个住处就是你可以同在的地方。好，那现在这里呢现在做一本翻成与他同在，和本是同住，那我们要有这个概念，所以神与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爱神，遵守神的话，那神就爱我们，与我们同在。好，那这同在就是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但24节，若不是这样爱耶稣，就不会遵守神的道，就不会对圣经、对约翰福音有兴趣，不会想要多听多知道。不遵守神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就不是我的道，你们所听到的话就不是出于耶稣，而是差我来支付的。所以什么话呢？好，就是他们只听到旧约的话，没有听见新约的话。那所以因为他们缺乏了耶稣的爱耶稣的心，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约和旧约的一个差别，就是耶稣来的是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并且呢让这个律法呢成为一个可行的，可以完全的，可以从那60分的变成到那完全的100分的。接着再请木桥来带我们来读25到和26节。第25节，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了。但是那为助者，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并且使你们记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以上。谢谢。好，那这些话呢，在约翰福音不是第一次说。那怎么样住在他里面？他怎样住在我们里面？好，怎么样遵守他的话，就怎么样爱他，怎么样接纳他，怎么样信他。那耶稣已经对门徒们说了这些话，但是那为助者和本是保惠师，就是也就是圣灵，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所以这里又提到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求，
跟这个圣灵的帮助是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奉耶稣的名求，也就是求圣灵的帮助。好，那当我们奉耶稣的名你们求什么耶稣必成全，是因为这是帮助者，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会把一切事指示你们，并且是你们记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位圣灵？圣灵就是当我们在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他不仅来，而且还要来教。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不会按着私意来祷告。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呢，会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好，那有的人认为说，那这些耶稣所说的话，现在只有这11个人听到，所以就只有这11个门徒有资格。好，不是，而是我们现在读了约翰福音，也就是像是这11门徒一样，我们同样在奉耶稣的名祷告，圣灵一样会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奉主耶稣的名来教导我们，还有我们在祷告当中会想起耶稣所说的，那耶稣所说的就会让我们的祷告呢就有一个方向，就会有一条路，也会让我们祷告呢就会带着真理和生命，也就是大祭司的工作。那它就是金灯台、陈设饼，让我们能够来到施恩座。所以在祷告当中，圣灵扮演重要的角色。怎么样邀请他呢？不仅是说方言，不仅是圣灵充满，更重要的是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好，大家请木桥带们读27、28两节。第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给你们的跟世人所给的不同，你们心里不要愁烦，也不要害怕。你们听见我说过，我去了，但是还要回来。你们若爱我，就会因着我回到父亲那里去而欢喜，因为他比我大。以上。谢谢。保惠师来会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的祷告带有能力，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27节，耶稣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是平安了。这个平安它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一种健全的状态，是一种在全人身心灵在周末和末世那得到拯救，不是只有在现今的世界而是在将来都是一样平安的状态。但是这平安呢，在次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进入这个状态之后呢，我们就活出了一个平安。那平安呢，也是犹太人他们问候见面就shalom，再见也shalom，平安平安。所以我们在教会也会平安平安，见面也平安，再见也平安。那所以在这里平安在这里出现呢，耶稣说shalom平安，我留下平安呢，是耶稣有可能是一种道别，他就是要跟他的门徒 say goodbye， 他要准备要去，但是呢去你们不要忧愁，不要害怕，因为他还会回来。只要相信耶稣去了还会回来，你们若爱我，就会因我到父那里去而喜乐。所以他们应该是开开心心的欢送耶稣而去。这很像也是我们在参加每场告别式应该要有的态度，就是不是忧愁，不是悲苦，因为没有那个平安。那么有了那个平安，我们就不会忧愁，不会胆怯，知道这个故人离我们去，但是他要去呢是与父同在，因为呢是一个更完全、更健全的状态，比在这世上最巅峰的时候呢还要更完全。我们应该为这个人感到欢喜，我们就不会忧愁，就不会胆怯。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耶稣给门徒的，因为天父去到天父那边是好无比，极其美好。即便这个人他有没有受洗，即便这个人有没有信主，我们都应该要放手的，放心的把这个人交托给父神了。好，最后29到31节。第29节，我在这些事发生以前，先告诉你们，
为要使你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能相信。我现在不能再和你们多讲，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就要来了。他对我是无能为力的，但为了要世人知道我爱我的父亲，所以我遵行他所命令的一切。起来，我们走吧。好，谢谢。那所以耶稣又再次预告，好，这整段呢，好，都是一个重要的预告，在还没有发生，耶稣就已经做了教导。好，那使他们能够真的发生的时候，就如同彼得3次不认主，好，鸡叫第3次的时候，他才真的相信，好，那个时刻。所以彼得信心是一直持续在提升。好，虽然他也曾经行走水面，也认出耶稣是基督，但是呢，就是因为一直有圣灵的帮助、劝慰者的帮助，他的信心一直在前进。那耶稣说，世界的王要来，好，这是一个王，是一个统治者，是一个单数，好，是指撒旦，好，是指罪，是指死，是指魔鬼。好，那罪死魔呢，好，是要来统治世界。看起来耶稣好像是失败，好像是被击败，可是呢，耶稣呢说，罪死魔，好，这个世界的王呢，在耶稣的身上一无所能，无能为力，好，就是他不能去改变耶稣的任何一切。好，那这也是约伯记的可贵，好，就是魔鬼撒旦要陷害他，好，但是最后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改变一切。所以31节，要为世人知道我爱我的父亲，所以我遵守他一切的命令。所以耶稣他说他已经自己在展现，现在他所对门徒所说的，其实他都已经完成了。好，他怎么样来顺服父亲的话，好，然后让世人知道可以看见。所以耶稣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耶稣怎么样的和天父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这是神所差来的儿子，是基督，是弥赛亚。最后有一句很特别，起来，我们走吧。那意思是说，从这里去到客西马尼园，或是呢，好，从这里开始就要去上十字架。虽然有不同的讨论，但是我们明天看到15章第1节，耶稣又继续教导。好，所以可能15章呢是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另外的客西马尼园，好，去教导，好，也有可能。好，今天的金句是17节，他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接受他，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但你们认识他，因为他在你们的生命里常与你们同在。这位他就是圣灵，是保惠师，是真理的灵，是帮助者。而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不担心门徒会变成犹大。虽然耶稣也为犹大来洗脚，但是呢，主耶稣已经把门徒都交给圣灵，所以交托在神的话和神的灵，就是遵守神的道，就是会爱他，爱他呢，父也爱他，耶稣也差保惠师来，好，所以神的话和神的灵呢是并行，好，那也有圣灵的印证在门徒的身上，兼顾门徒的信心，好，那他们会知道耶稣所走的那条路，他们都会跟上，不会走犹大那一条路。今天我们读圣经，是否感受到圣灵的指教？要如何才能够在真理中遇见圣灵呢？求主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耶稣的每一句话，真实感受到耶稣的同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早晨能够再次来打开圣经，聆听你的话，也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让你的话来光照我们，让圣灵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也住在耶稣的里面，让我们有了神的耶稣的话，并且乐意的遵行，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活出来，也能够得着天父的接纳，让我们能够亲眼见你，能够亲眼看见耶稣的道怎么样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感谢主耶稣，我们也为今天礼拜6，为我们今天晚上有青年的敬拜赞美之夜也来祷告，也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年轻人同在。我们这样子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木桥，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木桥，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木桥，谢谢牧师，谢谢。